银竹，我今天头好疼哦。给你煮了醒酒茶，你起来喝点吧。好。不过我昨天晚上可能真喝断片了，完全不记得自己干了什么。哎，我昨天没干什么出格的事儿吧？没有。你是不是不开心啊？没有。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我帮你打他去。没人欺负我。不过我好像记得昨天甘蔗寺他……小贾，你还记得昨天晚上谁送你回来的吗？哦，不会是甘蔗寺良心发现，然后他送我的？是啊，皇子殿下。不会吧？而且我好像记得昨天我喝多了，还吐了谁一身。小贾，喜欢一个人难道不应该是一心一意，只想和他一个人在一起吗？这你为什么？你说什么呀？我今天还有很多活，我就不等你了。别走啊你！你别生气啊！怎么办？云竹好像生气了。哎呀，云竹，这衣服我帮你洗，来。不用，你洗好你自己的便是。云竹。你怎么了？没事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帮你吧，我帮你。云竹，你别走啊！完了，云竹这真生气了。奇怪，当心！时刻，一件趁手的兵器都没有吗？俺了眼睛！这
这独特的口音，是阿文。殿下，殿下，小宝，哎，殿下，这小姐姑娘发生什么事啊？我说我不知道，你信吗？你别磨叽，去拿金疮药。是。哎呦，胳膊伤了而已，无碍。你怎么这次救我了？你不是应该先说谢谢吗？那多谢四皇子殿下昨天没把我射死之恩。丫头，如果我说我昨日不是故意的，你信吗？四皇子殿下还能学我说话，看来没什么大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赵晨烨，你骗我！但是这个伤口看起来不是很深，怎么会这么疼呢？可能是有毒吧。有毒？你干什么？哦，那有只猪在飞。飞过来，飞过来。哪儿啊？看到猪了吗？什么衣服啊？这可是皇上赏赐给徐大人的，你竟然洗成这样，你让我如何交代？对不起，我会负责的。负责？你拿什么负责？平时看你手脚最为麻利，特意交代给你，你竟然犯这样的错误！你呀，自求多福吧。反正我司之司可保不住你。姐姐，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求你了。我放过你有什么用啊？况且上面还有苏嬷嬷。再说徐大人是什么人？衣服到了他手里，你还有几条命可活啊？我自己去找徐大人，我去求他原谅。反正横竖都是死路一条，我去找他试试，或许还有一丝机会。哎，那你别连累我们司之司。文渊阁起火，硫磺爆炸，别无事出意外，今天竟然直接派人暗杀。你是不是得罪了什么仇家？我一个小小的宫女，怎么会有仇家？那蒙面人一定是阿文没错。阿文难道想杀了我？我可怎么办才好啊？那你可知今日何人要杀你？我不知道啊。你在想什么？啊？没什么呀。说实话。我在想刚刚四殿下救我时候的英姿啊。刚刚四殿下帮我挡飞刀的时候，简直就是英姿飒爽，帅气逼人。
你刚才救我的时候，也是巾帼不让须眉呢。哎，对了，我还以为你不会武功呢。我在比武大会的时候，你不是也只展示了你的射艺吗？我不会武功啊。那你还会飞？我只是比常人腿脚快些。睁眼说瞎话，看来他是故意想隐瞒，我还是不要再追问了。陈大哥，我求你了，求你让我见见徐大人吧，我求你了。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一个宫里，你敢到这种地方来？丫头，赶紧走吧，再敢来，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嗯，哎，躲什么呀你？嗯，哎，你这小丫头片子啊！住手！这是司治司的宫女，她把皇上赐给您的衣服洗坏了，说来给您道歉，我这就把她赶走。惊扰您了，实在是对不住啊。是吗？大人。阿武，大人，你先把他送回去，告诉司治司的人，衣服坏了可以再换一件，不必为难一个下人。是。谢谢徐大人，谢谢徐大人。大人，为什么要打人？那么多的伤口，他得多疼！我什么也没做。哎，躲什么呀你？那只手？什么？问你哪只脏手碰了他？不说，跑啊！都给我动！是，大人。他刚刚都对我那样了，可为什么好感度一点都没增加呢？难道是因为系统有延迟？你自己好好说说啊！你犯什么错了啊？哼！我告诉你啊，妈呀别以为徐大人饶苏嬷嬷了你，怎么又骂人了？了？从现在起，你就给我跪着，好好反省反省。谁啊这么惨？云竹，不是，你怎么跪这儿了？你快起来！你别管，你快回去。得罪了徐大人，居然还能毫发无损，也是他命大。徐大人这次放过他了，可下次呢？我们司治司本来就让人瞧不起，还犯这种差错。就是，到底发生什么了？他呀，今天把皇上赏赐给徐大人要在太后寿宴上穿的衣服给洗破了。洗破了？来，云竹，我帮你。你洗好你自己的便是。这事我也有责任，要罚一起罚。你乱说什么啊？你现在是四殿下心中的红人呐，我可得罪不起。不过，你非要给你的姐妹出头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。请说。太后寿宴的表演，你如果为我们司治司拔得头筹的话，
我也可以既往不咎。太后寿宴，是否开启太后寿宴支线剧情？什么支线？什么剧情啊？在太后寿宴上献艺，是我们司治司最大的荣誉。你呀，给我认真对待。嗯。小贾，小贾，马上就是太后娘娘寿宴了，整个后宫都要表演节目，讨她老人家欢心。哎，对啊，小贾，你聪明伶俐，办法最多，肯定能带我们准备出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让整个后宫都刮目相看的节目。是啊，小贾。表演节目，如果能通过这个任务修复跟云竹的姐妹情谊，交给我吧。别难过了啊。是否开启太后寿宴支线剧情？完成云竹心愿可获得独当机会。大爷，大爷！我不是同你讲过吗？我来太子府议事的时候，不要来此寻我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也没杀掉。什么？四皇子来了，替他把暗器挡下来了。没想到竟然是他。你呢？没有暴露样貌？没有。但我声音也暴露了。暗器呢？暗器留在四皇子嘎背上了。成事不足，留你何用？哎，司药司不可擅入。哦。姑娘，怎么是你？哎，你认得我？陆姑娘医学奇才，见过一次就很难忘记。过奖。其实我也就略学习那么一二。哦，大人，今天我是来求药的，这个是药方，您看看。姑娘，你这是中了三焦虎毒。哦，对，我中毒了。若是旁人来讨药，未经过诊治，我定是不会答应的。不过陆姑娘医学奇才，又不是旁人。多谢大人抬。属下明白，老规矩处置。慢着，殿下。留活口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你为了救她一个宫女，以身犯险，值得吗？你怎么知道我受伤的？我昨天在太子府当值，听到徐有正和他属下谈话。徐有正，你真不该把那丫头牵扯进来。我听到他们谈起所用的暗器，似乎是一条线索。那只镖有些特别，我已经差人去查了，相信很快就有结果。殿下，小贾姑娘到。下去吧。你怎么来了？殿下那日为了救我而受伤，我是放心不下，特地过来看看殿下。你要不还是好好说话吧，我有点不适应。哎呀，瞧我担心的，连正事都忘了。我这儿有一张专门治疗外伤的药方，可以让伤口好得更快些。药我已经给你熬好了。殿下，我这药方不能与其他药同用，否则药理相克会有危险。你的这个是外伤药，我这个是内服，不碍事的。哎，行，药我也喝，药方我也收下。不如殿下先喝一口，一会儿凉了，喝了对胃不好。好。虽然
说殿下你伤口的毒血，我已经给你一口一口的吸出来了。但是呢，我还是担心你余毒未消，所以啊，特地去司药司给你求了良方。这个药里面啊，还有我们那天一起赏的花，就是那个可以入药的栀子花。殿下，仙儿还有事，先告退了。嗯。除了栀子花，还有黄连、黄芩、黄柏呢，苦死！其实那只镖没毒，有毒，没毒，有毒。四殿下，之前你赐我黄连解毒汤的恩情，我可都记着呢。啊！凯旋，这次呢，我一定好好的报答你的哟。喝。小马，你叫谁都没用，喝了。阿文，大人不是没有给过你机会，3番4次办事不力，徐府不养废物。你说是太有啥话？受死！江湖中使镖的人不少，但这镖纹路特别，不难追查。今日你已无路可走，带回韩章宫。是。说，徐有正那个奸贼到底有什么阴谋？不说什么，那我就打到你说为止。住手！殿下。她也是徐有正的妻子。可是殿下，为什么？为什么大人要这么对我？阿文，你追随徐有正多年，他心狠手辣，你不是不知道。我有意徐有正一决高下，希望你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我知道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如果你有任何未了的心愿，只要我能办到，我都可以答应你。他之前是徐有正的人，他怎么可能会帮助我们？我们是通过那枚暗器找到你，还有，
那枚飞镖的纹路很是特别，想必是有心之人帮你设计的吧？那是我阿哥。阿文，徐有贞已经对你产生杀心，你真的要让你的亲哥哥继续待在他身边吗？行，我答应你，我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，但是你们得救救我阿哥。行。殿下，说吧，你为什么要杀路人甲？具体是什么情况，我也不知道。但是我阿哥说了，他是那个红花、绿叶、黄菊什么，反正大意一开始很看好他，后来他看你跟他关系越来越近，就让我把他杀掉。小贾，他们看起来这么自信，咱们会不会被笑话呀？没事儿，光自信是没有用的，重点是节目要精彩。对呀，而且今天评选的人是四皇子殿下，就算不偏心我们，也得给小贾一点面子，不是？这真不一定啊。今天进行的是太后寿宴节目的初选，第一个节目有请司善司代表，加油！怎么哪儿都有他呀？小贾，咱们的节目不会被他查的。对，因为我这节目他们肯定没见过。对。好。下一个节目有请司治司代表。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说书唱戏劝人方，3条大道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小女子不才，我有点特长，就是嘴皮子还算溜。今儿给大家表演一个报菜名，接下来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，烧花鸭、烧子鹅、烧雏鸡，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、香肠、什锦拼盘、栗子鸡。蒸羊肉、烧羊肉、五香羊肉、酱羊肉。谢谢大家。像什么体统？这种节目能去给太后娘娘献艺吗？就是，这算哪门子节目？厨子表演的吧？哎，肃静肃静，成什么样子？虽然只是一个简简单单的报菜名，但是如此篇幅的报菜名，却没有一道菜是重复的，并且字正腔圆，吐字清晰，还富有韵律。由此可见，表演者也是用心良苦。这个节目呢，我觉得挺好的。四殿下说得对。初选我就让你过了，正式表演的时候用心点。
关键时刻还是知道胳膊肘向我拐的嘛。小贾，谢谢你啊。我知道你是为了我才同意演出的，让你为难了。没有，之前我不应该跟你赌气，我跟你说对不起。不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。我明知道你那么喜欢他，还让你误会。是我误会，我做错了事，结果还让你给你出难题。我也是为了我们司治司的集体荣誉感嘛，对吧？我今天在台上看到你那么努力又认真的样子，我觉得好开心，然后我又觉得很内疚。我再不跟你闹别扭了，我会帮你办好这次节目。那我们还是好姐妹、好朋友、好闺蜜吗？当然是。哎，不过我们司治司到底怎么被选上的？明明都……原来是有人偏爱我们小贾姑娘。才没有，你不要乱说啊。哎，不过虽然说这次的初选蒙混过关了，但是在太后的寿宴我们可不能这么演啊。我呢有一个新想法，回头跟你说说看哈。好呀，好呀。殿下，若是没有心情，出去走走也是好的。近日不知为何，身体越发觉得不适。可能是因为最近季节更迭，殿下觉得不适应了吧？来，喝些茶。运住，好了，可以了。小贾，你是不是有点紧张？不紧张。真的不紧张？不紧张。那你叫什么？不紧张。没事了，有我在呢。来，我教你，深呼吸，深呼吸。小贾，参见十一殿下。小贾，这是我的新发明——扩音器。我知道你要在皇祖母的寿宴上为她表演那个rap，对，所以我就特意为你发明了这个。Make test。可以啊，十一，你可真是个机灵鬼。不过这就一个，我姐妹这么多哪够啊？殿下，我连夜赶制了很多出来，这样刚好人少一个。厉害！谢谢殿下，谢谢殿下。多亏了小贾，我们才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。小贾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呢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玩的东西呢，真是太谢谢小贾了。好了，不客气。路，十一殿下。皇祖母，今日您寿宴。玉儿，这是怎么了？太医，快传太医！玉儿，太子有心脏病，要是心源性猝死就糟了。你们谁都别跑！丫头，不
不可放肆！我没有放肆，我在救命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患者无意识，颈部动脉消失，自主呼吸消失。你个胆大妄为的宫女，他在干嘛？要刘玉儿做什么？来人，把她给我拿下！是。快去请孙太医。玉儿，轩儿，胡祖母，他不会害大哥的，你放了他。轩儿，看来张贵妃要好好管教管教11皇子了，还不快给我拿下！太后心错过抢救的黄金时间，豁出去了！丫头，不要胡闹！